既然已经扯破了，为什么还要穿着这件衣服？因为我想再看看你，我想把你记在心里，记住你的容颜，记住你的双眼，还要记住你的微笑。你现在后悔了，想要我回到你身边，可惜我不会再求你了。我知道，我没有再奢望你回来。给你治好伤的是那位高人吗？小薇，他不止一次地救过你，可见他对你一往情深。他对你这么好，你不要辜负他。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你是不爱我，还是想摆脱我？你是怕对我有愧疚吗？随你怎么想。王大哥，你马上要出征了，还抱了必死的心，所以才说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看来最懂我的还是你。我是一个军人，马革裹尸，血洒疆场，就是我最好的归宿。住口！你是为了公主，你爱她，所以愿意去为她赴死？不是，我疼惜三妹，但我爱的人只有你。你说，你爱的人是我，可你愿意为他去赴死，却不能为我而活。你还说爱的人是我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是真的爱你。可是我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辜负了你，伤害了你。我知道我不配爱你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伤害你了。可我不怕你伤害我，只要你活着，我们就有将来。我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你亲口说爱我，可你说完就要走。你和我一起，我们离开这儿，好不好？我不能离开。为什么？你说你爱的人是我，为什么不能跟我一起离开这儿？因为我是人，我是朝廷的子民，军中的将士，我还是三妹的大哥。我有我的责任，我不能离开。为爱埋葬我的心，记忆却像是烙印。我要走了，你自己好好保重。王大哥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清晰。为什么我身上有妖气？为什么？谁呀？阿莲姑娘，莫侍卫交代，
让我护送姑娘入宫觐见公主。好，你等一下，我就去。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不要进来！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公主，阿莲姑娘来看你了。阿莲，谁让你叫她进来的？公主，我听说你的妖印已经驱除，很是高兴，所以就让阿莫带我来看看你。不要，不要看！公主，不要看！公主，那老妖的妖咒恶毒，我怕妖毒万一驱除不干净，还是让我看一下比较妥善吧。不要，不要！阿莲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已经没事了，真的不用看了，真的不用看。你先回去吧，改日我再去表兄的府上看你。阿莫，送阿莲出宫。公主，阿莫，你是不是在表兄的府上待得久了？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？公主息怒，阿莫遵旨就是了。对不起，阿莲姑娘，让你白跑这一趟。没关系，我也挺想见公主的，虽然没有见到面，但是听声音已无大碍，也许只是一时情绪烦躁，多加安慰就好了。要是安慰有用的话，就不用劳烦阿莲姑娘了。公主在武状元选拔之后，情绪一直很反常，可能是王大哥落选的原因吧。说起来，这个郑吉真是小人。明知道公主对王英的感情，却还是趁火打劫，强取豪夺。可能是郑大哥想带兵杀异族，怕王大哥受伤吧。阿莲姑娘，我知道你们在南疆相处了很长时间，私交一定很好。但此次他一改之前的谦逊有礼，一声招呼都不打，便抢去王英的武状元之位，足见此人城府之深，心机不正。我劝你还是跟他保持点距离为好。不要像我们一样被他利用了。阿莲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阿莫，你看都到宫门口了，我看公主情绪有些不稳定，你回去陪陪她吧。那好，那你路上小心。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我不换你，你就不来啊？我也想来啊，我是怕被陛下知道。他一下朝啊，就去炼丹房修仙祈福。他还真以为修仙祈福就能击退敌人，修得一个承平盛世。愚蠢可笑。他既然那么愚蠢可笑，不如由我来取而代之，你觉得如何？当然好了。你有什么计划？明天金殿辞行，你只需要用蛊毒迷倒皇帝和群臣，其他的就不用管了。我可以帮你，但是你今天晚上得留下来陪我。明日之后，天下就是我们的了，不在乎这一晚。是因为李靖和那个除妖师臭丫头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多心了。我只是需要李靖来夺得兵权。至于那个傻丫头，整天就想着除妖惩恶，
我只是需要一个除妖师来当个掩饰，我要让他被我这个妖所利用。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。